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招積，而個積字係咁樣寫嘅，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J-I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周禮東觀考功記裏邊就有出現啦。原句係積兵銅強，舉為玉勢，勢則交。意思呢就係講橫向打擊嘅武器啊，佢個柄兩端同埋中間嘅強度要相同，手持嘅位置呢要細，咁樣揮舞起嚟呢先至快脆嘅。所以呢，積原意就係橫向打擊，咁招積咯，就即係一種呢好招搖嘅囂張啊。另外呢，都可以指生活好精彩嘅。嗱，日常我哋話睇下佢咁招積，仲有食得出色，玩得招積，就係呢個積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